创世纪第35章，上帝伫伯特利祝福雅各。上帝甲雅各讲：你着出发去伯特利，住伫遐，搁伫遐为上帝起一座祭坛，就是你逃避你的兄哥以扫的时，对你显现迄位上帝。雅各就甲家内的人以及所有跟缀伊的人讲：恁着将恁中间外邦的神明除掉，嘛着洁净家己，换衫。咱着出发来去伯特利，我要伫遐起一座祭坛献互上帝，就是我伫患难的时，永远要一路甲我同在迄位。大家就将因的耳交甲外邦的神明拢交互雅各。雅各将遐个呆伫示剑的上树骹，因就出发。上帝互周围遐个城的人着惊恐慌，遐个城的人就无对入雅各的正经。雅各以及所有甲伊做阵的人来到迦南地的路斯，就是伯特利。伊伫遐起一座祭坛，就甲迄个所在号名叫做伊勒伯特利，因为伊逃避伊的兄哥的时，上帝伫遐对伊显现。勒别家的儿母底波拉死，埋葬伫伯特利南边的上树骹，所以迄个所在叫做阿伦巴谷。雅各对米索不达米亚倒来以后，上帝阁对伊显现，赐福互伊。上帝甲伊讲：你的名是雅各，但无阁安尼叫你，你要叫做以色列。上帝就甲伊改名做以色列。上帝阁甲伊讲：我是全能的上帝，你着生炭，着加添。将来有一国，毋若有一国是真侪国会对你出，嘛有侪君王对你出。我赐予阿伯拉罕甲以撒的地，嘛要赐予你甲你的后代。上帝就对甲雅各讲话所在上去。雅各伫遐采一支石条，伫迄顶面倒酒甲橄榄油献互上帝。雅各就将上帝甲伊讲话所在叫做伯特利。累结死，因对伯特利出发，离开以法他还有一站路的时，累结摧尽，毋久难散。伫伊生甲真艰苦的时，三婆对伊讲：毋免惊，你阁生后生啦。伊临终开要长的时，甲即个囡仔号名叫做便俄尼。毋久囡仔的老爸甲伊号名叫做便雅悯。累结死，埋葬伫去以法他的路边。以法他就是伯利恒。雅各伫累结的墓顶徛墓牌，到今仔日还伫遐。雅各阁出发去住伫以德塔。雅各的正囝，雅各住伫以德塔时，路边去甲伊老爸细姨pir拉做伙困。雅各嘛听到即个代志。雅各拢总有12个囝，利亚的囝有雅各的大囝路边，以及西面、利未、犹大、以撒加、西布伦。累结的囝有约瑟甲便雅悯。累结的女婢pir拉的囝有但甲拿弗他利。利亚的女婢色帕的囝有加德甲阿瑟。这个是雅各伫米索不达米亚生的囝。以撒死，雅各来基列阿爸的万里，伊的老爸以撒遐。基列阿爸就是希伯伦。阿伯拉罕甲以撒捌伫遐寄居。以撒一生活180岁。以撒年岁老，食长岁寿，平平安安返去伊的祖先遐。伊两个囝以扫甲雅各甲伊埋葬。